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大家好，我是阿德。我过去定定伫咧节目内底讲到各种的即个俗谚语吼，嘛捌用即个宜兰真有特色的北管俗谚来讲北管的西皮福禄两派斗争的发展。那咱嘛做过几落集即个冤家开讲拢好用的台语俗谚，咱一直伫推测讲，你的台语若有到一个坎站，伊其实会表现伫你生活当中自然使用俗谚即件代志顶面啦。当然，俗谚嘛有真侪无共的类型，像咱今日要讲的即款吼，嘛算是其中的一个大宗。那咱讲有山就有水，有人就有鬼，鬼神之事甲台湾人的民俗信仰有真深的关系。足侪即个俗谚语，拢是伫即个民俗的文化根基内底生出来，所以了解这个俗谚语啦、神鬼的俗谚，其实嘛是了解着台湾文化的一款办法。若要了解这个俗谚，当然咱就爱来看今日即个主题即本册吼，台湾台语俗谚鬼神记事。那讲遮久啦，吼，总是要咧介绍着咱的即个来宾啦，吼，咱的来宾就是台湾台语俗谚鬼神记事即本册的作者王宗宪先生。宗宪先生先甲大家咱听友小酒问一下自我介绍一下好无？阿弟你好，我是宗宪，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五湖国中的老师，嘛是即本台语台湾台语俗谚鬼神记事的作者，大家伫遮甲大家小姐妹，大家好，我嘛等变讲小姐妹啊吼，咱的宜兰腔真好，真好听。你走出宜兰腔安尼？因为拢不管是嘛，拢听着人咧讲嘛，有一寡宜兰的朋友所以听着咱的宜兰腔，我感觉真亲切啦，小姐妹咱讲宜兰腔，就是其实伊的大部分的发音靠我漳腔嘛，咱高雄本地嘛是以漳腔为主的所在嘛，所以伫咱的开讲方面应该是无啥问题啦，互相影响着嘛是无要紧啦吼。咱先来讲一下即本册吼，咱讲即本册做台湾台语俗谚鬼神记事嘛，伫遮咱先感谢一下即个东范出版吼，东范出版的即个出版社。当初是即本册出来时阵吼，人因真热心都问我讲，想要看无吼，有寄一本互我参考吼。其实前两工迄本底是着按算要买无时间来去路订，伊就先来甲我联络讲好我就甲讲好所以就想讲册看看，就想讲真想要来甲作者开讲一下，那会来写即本册安尼你拄头即本册是安怎发想的哈？是，感谢阿德。即本呢，我咧要做即本册，这算讲我的论文嘛。我咧做即个论文的时阵，迄个时阵较少有即种台语的论文，有毋过无济。咧写的时阵，咱的要参考的物件，敢若嘛无迄个方向，甚至我要找咱的即个教授嘛无。可能嘛无像即个中文遮好找，所以我咧找的时阵，我著伫遐默想，可能想讲我迄个时阵著想要做台语，毋过我毋知影要做台语的倒一个方面，我迄个时阵佫无一个较明确的即个方向。是。尾我著对即个民间的文学去注意去发想。然后我因为我自细汉就是拢台语嘛，
伫咧生活当中，咱就会爸仔母拢会讲一寡俗谚语，我就咧想讲，即个俗谚语敢有法度来研究？结果去看看，嘛是有人咧研究哦。毋过就是伫咧遮尔济研究诶范围内底，我就咧看讲，这内底嘛，敢若有一寡宗教诶谚语伫内底。咱平常时诶生活，就是拢举香对拜啊，宗教其实咱诶神足济，我就咧想讲，安尼遮诶神敢有法度来研究？有神就有鬼，若要研究神，鬼敢会使研究？我就跟我诶老师，当然是去讨论，去想看觅仔，结果尾老师讲好，安尼会使行向即个鬼神诶文化，所以我就往即个方向去想，去思考，毋较尾较会有即本论文产生，这就是。这大概就是我写作即本论文的大概的过程啊。你册内底以咱目前即本册来讲，你当然讲，比如讲有鬼啦，有神啊，所以其实有无共款的分类。你家己安那对遮个俗谚来做分类？即本册内底大概有分几个方向？是，即马就是我咧做分类的时阵，我伫即本册内底，我是先当然爱甲读者介绍讲，即个俗谚语伊的文学性甲宗教性，因为我大概想要吼，我的想法就是足简单诶，我原来想讲要吼，咱台语诶人咧使用台语诶人，不管是台语诶人还是华语诶人，因拢有一个大概对谚语诶一个印象。然后呢，所以我有先解说即个伊足简单诶文学性甲宗教性甲放入去。伫宗教性内底，咱讲若有我拄仔有讲着，若有鬼就有神，有神就有鬼，所以我是先甲讲一寡咱俗谚语内底诶鬼，较搁讲一寡咱俗谚语内底诶神，所以就甲即个等于讲头先就是先解说俗谚语，来讲着鬼，来讲着神，大概是即个分类，大概是安尼。所以，请讲，你拄则一直有讲到一个词，就是宗教性即个代志嘛，吼，就是讲咱甲放互较大，咱来讲民俗民俗信仰即件代志，伫咱大部分人诶生活中，其实毋管你有伫信宗教无，其实加减拢会拄着诶物件，包含咱伫过节日，其实拢有关系嘛。那这甲一般咱单纯伫看真济甲俗谚有关系册，其实我手头嘛一寡俗谚诶册，你会发觉讲是小可无共款诶所在是。你一直伫内底提起着咱诶即个台湾在地即个民俗一寡无共款诶方向，我会看会出讲即本册内底你有透过俗谚，其实嘛是等于伫讲整理台湾诶民俗信仰有即款诶企图心。那可袂使分享讲你是安怎选择即款写法吼？希望讲透过即款诶即个俗谚诶排列啦，俗谚诶选择来互大家了解台湾诶民俗信仰。感谢阿德吼。即个我咧想，咱伫台湾即块土地内底，我咧想每一个人拢有伊家己诶宗教诶信仰，除非你是无神论呐，无神论就是拢无神诶吼。若准讲你不管你信啥物宗教，咱诶人生内底拢会有一个信仰伫诶。遮个信仰民间台湾诶民间，伊就有足侪款诶神，每一个所在，每一个窟窿仔拢有伊诶地方诶神咧甲保庇。所以我咧理解诶，就是讲台湾咱即块土地含遮个神明诶信仰是结合是足密切诶。咱不管准讲囡仔去惊着啦，还是讲要嫁娶，咱拢爱去找神明来甲咱收惊啦，还是去拜天公啦吼。像我要娶某，我嘛有去天公庙咧拜天公。我诶想法就是，咱诶一生拢含咱台湾诶宗教拢有关联。
跟咱的信仰拢有关联。所以我毋较会想讲，咱其实咱的宗教啊、信仰呢，其实是拢一直伫咱的身躯边陪伴咱一生。啊，毋则我会对即个讲即个，尤其咱咧讲的即个话内底，咱本身就有当时啊，就拢会出一两句啊，迄言语呢，咱会含即个咱的生活中拢有关系。毋则我会想讲，我敢要甲伊整理一下，整理一下，互我家己嘛，互别人会使知影讲，原来咱的生活中使用的遮个俗言语，竟然是甲遮个神明遮尔密切，而且嘛，可能甲鬼有遮尔密切的关系。啊，为虾米我会想讲要整理遮？因为呢，咱人的一生啊，咱的人生当中，咱拢咧咱拢咧找讲即个人生伊存在的意义。有当时啊，你会想讲，到底是有神无？到底是有鬼无？咱生活中，咱遮的祖先祖公啊，哪会拢会用遮尔济鬼神的言语，咧甲咱做一寡讲一寡道理，互咱一寡教示。所以我着迄个时阵着会想讲，我着想要较深入去理解遮个言语，甲整理起来，再分类。我感觉我安尼分类着诚清楚，就是讲着鬼的，着有啥物；讲着神的，着有啥物。我着甲伊做一个大概的分类。当然，这甲我论文已经无共啊，我互逐个听现看到的拢是较简单的内容啊，迄一寡较深的即个学术性，我拢甲摕掉啊啦。大概是安尼啦。因为你拄头先即本册头前，你头前开始变话，人可能小可会惊着，想讲这敢若学术研究有一寡表啦有一寡资料就是包含即个小讲像即个系统的感觉，做系统的方式来去了解，其实嘛是讲透过着即个俗言变成讲，比如讲像你刚讲的，甲即个神的部分一部分，鬼的部分一部分，其实为讲鬼的俗言的所在，就会使来理解讲。台湾的即个民间信仰内底，对鬼的想法是啥物？有通分成几落类。那当然像神明嘛是共款，我家己看起来是即款的感觉。当然，所以拄开始变的时阵，想讲，即个学术性咱不甲遮悬啊！看起来薄薄一本其实内底的内容其实是你若要认真讲、认真讨论是诚深啦。我家己咧听你讲，我感觉讲你的即个日常生活内底是毋是即个民俗活动，其实算讲是袂少。我毋知高雄目前是毋是像你家己的家庭生活内底，一直时常还有像即款的甲神明有关系，或者当时爱去拜啥物神明啦，还是厝内该创啥该拜地基主啦，拜啥，我毋知你是毋是还有遮个活动。咱的台湾人的生活啦，咱台湾人的生活，就是初一十五拜拜。来初一十五老的食菜啊，来就是迄个对过年开始，迄个安怎即各种的民俗、各种的拜拜，因为阮厝邻算是传统的台湾的佛道教的一种家庭，我伫该拜拜的时间呢，阮阿母就会款来拜，伊阮会甲交代阮某讲，啥物时阵爱拜地基主啊？当然你会想讲这到底是有效啊无效？毋过呢，咱的祖先安尼过生活，我嘛想要照即种传统来过生活，因为我安尼过生活，我有一个安心的感觉，我的即个生活嘛是平顺啊。伫咧即种平顺的过程内底，咱会感觉讲真正有神咧甲咱保庇。有神明咧甲咱保庇，若有神有庙，咱着甲拜，咱尊敬伊，互伊一个甲伊行一个礼，阮甲伊做虔心，甲伊祈祷讲会使保庇。阮咧保庇，拢无要保庇趁大钱啊，拢保庇讲厝邻健康，平安顺利安尼。趁大钱迄是基础，有当时迄毋是咱人生唯一的目标啦，我感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安尼是是一个足平凡的幸福啊，
吼，万事所以如意已经是足大诶范围安尼。足大诶范围哦，这无简单诶，这每一个人拢会想要万事如意诶，所以我感觉我甲伊惯势即种生活啊，反正时间到爱拜啥咱就拜啥吼，来过一阵啊，咱着五日节要迄个五日节要食粽，咱嘛爱拜祖吼，来搁爱来过一阵啊，7月半着爱即个普渡。我会感觉咱一年诶生活拢含咱诶宗教拢有关系。我讲一般咱世上诶老百姓诶台湾人诶生活，所以我嘛无想要改变即种生活，因为我感觉这就是咱诶文化诶传统。我嘛想要对安尼诶生活来过。我台南人啊，我台南迄个西港啊，遐阮台南安平啊，阮接近咧西港啊，遐有一个西港啊乡，这嘛是一个算咱台湾诚大诶一个算讲绕境诶民俗活动，这含咱迄个妈祖生共款，应该嘛是拢算诚大诶活动，所以我应该讲我嘛以安尼诶生活甲安尼诶传统来感觉足骄傲诶，因为咱就是一个真正港诶台湾人，过台湾人诶生活。嘿，我这是我家己诶想法啦。嘿，你是自细汉就住台南？无，后来甲搬甲宝山甲即个高雄去安尼？对，阮爸仔母拢台南人，我是嘿拢伫高雄出世大汉，毋过因为爸仔母拢伫台南，所以阮足济活动时间到，阮就会倒去厝做啥，阮遐诶迄个，阮遐诶庙就是清水祖师庙，阮时间到，阮就拢爱去遐拜拜啊，做啥物吼，阮拢有照。像阮母啊，伊就是伫遐做志工，即摆讲志工啦，是，就是伫遐斗相共吼，安尼伊就足对迄个清水祖师伊就足尊重诶，足尊敬诶，伊足信仰伊诶，这嘛无形中嘛拢会影响着我诶宗教观，嘿。所以你其实伫咧成长过程当中，一直拢是甲信仰之间是诚密切诶。我伫有这可能甲你当初是你要做台语相关的即个论文的时阵，选择即个甲鬼神有关系的属间有诚大诶关系嘛吼。最后你选择讲要做什么主题的时阵，最后往即边去，可能嘛是原本的根基就伫遐嘛。只是讲敢有一个什么款的当初是敢有一个什么款的即个事件，或者是什么款的即个代志，互你想去讲啊，就是我就是要做这个。你讲你做论文先讲嘛，离当有一段时间啦。但是你做即本册时，我相信讲你一定会需要翻头，过去重新看过你家己当初写的这个论文，敢有想起过打一个时间，打一个什么事件，互你讲啊，就是即个时阵，我就是即个时阵，我想要来做即个研究安尼。是，可能逐个人想讲啦，要做这鬼神，敢若拢爱有一种啥物启示吼、启发安尼，敢是？我毋知影，已经有几来人问过我安尼啊，讲阁有人咧问我讲，我咧写这鬼神的时阵，敢会有啥物感应？我甲各位报告吼，我拢无感应，因为拢无人要来，拢无神嘛，无鬼要来甲我感应。以我来讲，我纯粹就是做一个经历啦。我迄个时阵的想法足单纯的，因为迄个时阵台语无普遍。我迄个时阵咧写的时阵，可能民国90几年遐咧写的时阵无足普遍，无足普遍的时阵，我就想讲，反正我就写参台语有关系，不管倒一种内容，我若写出来，伊就是正做一本台语的论文。我迄个参台语有相关的论文而且我因为平常时阮母咧讲话，就拢会讲一寡俗谚语，无含鬼神无关系嘛，有啦，足济伊就有当时，我反正我迄个时阵拢会捡遐个俗谚语来斗嘛，斗下了后，因为我总是爱选一个物件来写，所以我就伫遐找，可能感觉讲，迄个时阵，搁对即种鬼甲神。
可能佫感觉讲有兴趣，因为咱人拢爱听这几啊个嘛吼。所以呢，迄个时阵行即个方向，并无讲有一个足大诶事件去影响我。我唯一一个就是想要写台语诶相关诶。拄阿弟有讲着讲，你有讲着讲，我哪会即个论文敢若你看即本册拄开始看，你敢若是感觉有咧深，敢是？就是有你会使看得出伊其实有保留一个学术性伫咧内底，甲一般人伫讲看即个俗谚，伊就是一句一句甲你介绍即款的方式无啥共款。伊有一个系统，即个系统其实是伫甲你讲台湾的即个民间信仰的一个系统性的看法。你要安尼去看台湾的民间信仰即件代志，这是伫一般你伫讲俗谚的册内底你袂看到的。这是我当初是伫编即本册时一个感受啦。是，真感谢你的回馈啦吼！是安尼，即本册即马伫即个时间出版，对我来讲有足侪意义的。第一，我长期拢有咧做台语，英俊的台语只是要介绍讲有台语，是现处时的台语，咱已经爱甲迄个专业化，咱即马爱。互即个台湾的即个台语，不管伊的语言文化也好，拢爱甲专业化。咱袂使佫行过去迄种悲情的路线，咱袂使佫行过去的迄种敢若迄个新妇仔命安尼啊。咱即马台语已经是正做一个正式的学科，伊就是一个专门的学术性，是一个专门的教学的领域。咱就是爱用足专门的即个态度去甲教，所以即本册我甲整理了后，我嘛要甲我家己讲，咱的台语，英俊拢用介绍的。是。即马咱要教育即个台语的使用者，甚至咱要教育遮的华语人，嘛会使来看咱遮台语册。因为我即本册是。一寡故事用台语，毋过大部分的内容嘛是用华语。当初是我有甲东番讲，我想要写全台语啊，毋过因无同意，因为迄个应该会销路无好啦。因为咱即马毕竟台语也是小众，所以阮两个就算讲，阮两边算讲有一个妥协，就是讲我会使放一寡台语的故事入去，这我有甲坚持。尾我搁放一个华语的对照，我意思够啊！我意思就是我有放台语啊！我若要上课，要甲囡仔教，上无我有一个台语的故事，通好甲囡仔分享。我家己感觉嘛，安尼嘛真好。这会带着讲后壁你有问的遐伫咧教学上要安怎使用安尼。我家己的即个，我必须要承认啊，就是即本册内底大概有1/4我拢无看，就是华语的即个故事，我拢直接跳过啦。因为我就是我讲说即个物件，其实大家看惯势，我毋知大家对台文的使用的惯势啦，但是因为咱的听友真侪人对台文拢真厉害，我家己的惯势嘛是安尼。咱已经无，我讲已经行到即个时代，就是你会使无需要搁透过即个华语的方式。来熟悉台语本身的文化，我讲这是咱，尤其不管你是伫咧学校的即个教学，或者是咱自学的人，到尾已经会使行向即个部分啊。嘛，像你讲的，即个物件其实台语甲当咱经伫读，伫讲专业化即件代志啊。不管你什么领域，像咱进前电脑，在最近啊，定下看会到讲有伫讲天文的啦，有伫讲数学的啦，有伫讲心理啦。台语已经开始伫咧各种领域内底，当然伊嘛有对外国的即个经典文学的翻译，咱嘛无阁需要透过华语加一言来去做即件代志。咱当伫做真侪新的名词的伫咧伫做新的名词的定义啦，或者是要学新的名词的时阵，嘛开始我无需要阁透过另外一个语言来卡伫中，所以咱共款会使为即个原文内底直接转换到台语来，这就是一个语言要画落来的方式。你无真正去挖靠别人的语言
你才有法度真正活落来。当然，这过程当中嘛，我知影讲这尤其你家己伫个教学现场经过遐济冬吼，迄个感受是一定是完全无共款。为当初是诶教育方式，到当个教育方式一定拢无共。像我家己诶，即个台语无特别伫学校学吼，因为学校我诶时代无台语课即个物件啦。但是因为阮一直我家己诶使用环境内底台语无断紧过，无断过吼，所以我较无拄着即个问题。但就像你讲的，譬如讲你家己伫厝内老爸老母嘛，定定真济即款的即个俗眼，一开喙就是即款的话，像我家己嘛是，甲你经验即部就是足成的。比如讲我今年读大学可能真正小可欠所费我即个月开较济打电话互老爸因就会讲即个。老爸就讲嘿啦，你就食安定趁西徛啦，无代志靠互恁老母啦，有代志欠钱就找我啦，欠所费就要找我。我以前即款话，伊自然就会产生。那我后来会发现讲，我伫咧网络甲大家分享一寡俗谚语，一般拢是我家己生活当中捌使用过、捌听过的这俗谚语。对我来讲是生活当中本来就真自然伫使用的物件的时阵，你会发现讲，大家若是较听过是较有反应的，拢是因伫咧日常生活中嘛安尼互讲过，嘛安尼互骂过，尤其是骂人的谚语，即款俗谚吼，若是骂囡仔吼，即个记忆特别深，我毋知啥啦，大家拢共款。所以会使理解讲，咱因为时代无共款，讲你。到了这个时代，你要完全靠爸母吼，讲有遮济爸母有这个才调，这嘛是一款咱讲出口成章嘛吼，有法度安尼一开喙就俗眼吼，遮济经济诶爸母无济，所以确实需要透过像遮个册。但我嘛希望讲咱的听友爱知影一件代志，就是讲你册看了了，毋是讲会晓知影遮个词、遮个谚语什么意思了啊，就结束啊。重点是。你要安怎运用伫咧日常生活当中？有当时我嘛定讲啊，我家己生活当中，比如讲甲身贵有关的迄个俗谚，我上直接讲就是会鼓励生活，袂鼓励同学。会记我家己生活环境内底甲同学比较较亲。安尼啊，但是阮遮以宜兰来讲，我是宜兰人嘛，宜兰的即个旧城区宜兰市宜兰市的旧城区内底先弘信仰是非常重要，尤其当特别到这个中原啊嘛，中原这个普渡，阮有水灯会完全就是以先弘为这个信仰的中心，真侪物件拢甲先弘庙有关系，所以像这两个关系，这两间庙关系就真趣味。安尼啊，我来形容讲，会鼓励先弘，袂鼓励同学的时候，这个感受更较无共款，两间庙我拢有惊搭着安尼。安尼真。这是你日常生活当中真正需要去使用，或者是希望讲，互咱的听友会使知影的代志。当然，因为自你研究所写这个论文，或是咱你迄时阵写的论文，其实做台湾闽南俗谚的鬼神文化研究，一直到这本台湾这个台语俗谚鬼神技术，自从有这个鬼神俗谚，你开始关心这甲鬼甲神有关系台语俗谚了啊。你家己你做吼，尤其是伫咧当初是，我毋知影你实际上即本册甲你诶论文之间诶俗谚有差偌济吼，我毋知你当初是伫咧论文内底收录几句，以论文内底一直到即本册全部拢算下来讲，你有搭一个俗谚是对你来讲记忆上深刻，就是你伫咧写诶过程当中，你上注重诶无有搭一句，你认为讲希望所有人逐个拢爱学会晓即个物件，我讲即句真好安尼，敢有即句？有啊，一句有几啊句啊，定定我拢有咧用诶啊，若要讲真正要讲一句我印象真深诶，就是一句话叫做“少年若无一摆戆，路边哪有影光”。是。即句诶意思就是讲，咱诶少年人拢足冲动诶，拢足冲动诶时阵，咱会做一寡戆代志。像讲去飙车啦，还是去牵人相输相拍，结果呢，少年若无即摆诶戆，就是因为安尼少年人有即种戆，结果拢会去做一寡戆代志，单刷单变路边诶有影光，有影光就是无人通好甲伊收尸体诶一寡路崩尸安尼。这跟咱的台湾呢，这个文化有关系，嘛参咱即马少年人要考考少年人，像我会甲阮囝讲，我前一阵去，阮囝即马伫咧嘉义大学咧读册，
阮去遐诶一个公园内底，伊内底就有一个有应公庙，迄叫做万善公庙。我就甲讲，我就甲阮囝讲，这啥物你敢知？伊就甲我讲有啊，这有应公啊，你有讲过啊。我就是用即句话咧甲伊讲叫伊做代志拢爱思考，毋好去做戆代志。即句话，这是一句话。来另外佫有一句，阮母啊定定咧甲我讲诶，讲身顾巴肚，则顾佛祖。当无偌久之前1-2礼拜前尔，我咧甲讲我诶生活要做啥，安尼足无用诶。伊就甲我讲，身顾巴肚，则顾佛祖。你家己诶代志爱先顾好，较袂使去顾着其他诶。迄种语境情境之下，我就感觉讲，哇，这伫咧迄个语境顶下文诶语境用起来足水诶。所以自从我开始研究即个言语了后，若有人咧讲言语，我就会耳仔就会足斟酌甲听看伊咧讲倒一种倒一个言语，看即个言语我有听过无？若总讲无听过，我会阁拜托伊阁讲一解，解释。若总讲有听过，我就当然有法度堪伊安尼对话。我是感觉讲我即个研究即个言语的过程是真正真趣味啦。但是你自即个当初即个论文写好到出册，其实嘛过诚久诶时间嘛。那当然，咱诶几成诶时间一直等于讲即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你嘛是一直还搁伫收集，只要有听着都搁学起来，学起来。你家己透过即个时间来看台湾信仰即件代志经过遐济当你敢有什么认为讲内底敢有什么变化？你家己看待即个时间还是包含伊后壁诶即个信仰？有，即个差别就是讲使用者愈来愈少。使用诶人愈来愈少。你若要伫个像讲拄阿德讲，伊讲你静英阵就拢有咧讲台语嘛。你遮少年阁有法度讲甲遮好，这少年辈要讲甲像你遮尔顺，遮尔写拍，我感觉是真难得啦，你毋甘愿啦？对，所以你若像即种，你会使讲甲遮尔顺诶，阁有法度甲言语用入去诶，这真正就真正是有，我感觉你有下功夫用心去咧做，有真正有甲这台语放在你诶日常诶生活内底咧运用，嘛有可能是你诶家庭环境，所以每一个人诶背景无共。伊即马来讲，为虾米咱遮做台语诶人拢会足着急诶？就是使用者愈来愈少啊！你伫我写论文诶时阵，我可能阁定阁听会着。即马来要听着遮有要用着几句俗言语，差不多无介济呢。迄有法度用甲遮顺。你当要互囡仔、互人讲台语就无简单啊！你阁要互伊阁加几句言语，有爱。有一个年纪诶人较有法度做即种代志，所以对安尼，我就感觉讲，你真正真厉害啦！有咧用心咧学即个，甲咱诶即个台语放在生活中咧运用啦。其实对我来讲，在大部分的台语的使用，其实也是伫咧自然发展当中来自然学起来啦。吼，这当然甲家庭环境啦，或者是你自细汉家长安怎甲你讲话拢有关系吼，包含你后来的生活环境拢是共款。就像我头前其实拄开始嘛，伫讲，我伫开场的时候有伫讲着就讲，就是咱若是讲台语讲甲一个坎站，你要互人感觉讲你确实有即个程度，其实俗言语用伫内底，咱即俗语吼，像你嘛会提出着俗语即款的讲法，其实过去咱嘛会看到即款的讲法吼，就是讲有即个语言过去留落来，而且即个言语内底定定真重的即个文学性。吼，有真侪对比啦，有韵啦，吼，伊诶结构你会使感受到伊诶结构是有文学性诶，即个物件其实诚水。你若法度用着即个物件伫你诶语言当中，其实才正讲互人感觉讲你诶即个台语诶坎站是毋是敢若单纯诶简单诶白话、简单诶开讲遮简单尔吼。你若要讨论更较深诶物件时，
真济需要有文学性的物件，需要搁较有路的物件，其实这毋是讲你日常简单学会晓几句话，就法度开讲，就法度做会到的代志。虽然看讲真济人伫咧开讲，伊讲伊会晓讲台语，真济人安尼讲，但你认真讲，你听伊讲，你就知影讲啊，大家程度到什么程度啦？吼，咱这自然都会知影，有真济事你就必须爱用华语讲，有真济事你就是常常要讲袂出来，这是大部分人拢会拄到的情形吼，所以当然这部分除非你愈来愈有意识，去互家己有即款的训练，因为目前的外在环境已经真少迄个环境会使互你安尼使用啊。一般人来讲，其实因的这个台语的发展，以现在这个外在的环境来讲，确实是。就像你讲的，遮济当来你的俗眼敢若会愈听愈少，袂愈听愈济，这是较使人烦恼的一部分。当然嘛是好佳在，因为即个时机佫较需要像即款像即个俗眼即款的册来继续发展咯。我相信讲这是头一本啦，无得较一后个其他会一直出来吼，人就是安尼。虽然讲不倒爱顾，合作嘛爱顾啦。咱免食甲伤饱，小可袂枵，小可只枵一个嘛是该拜，爱来去拜啊。所以我相信，日后即个中原先生这边反正后一本、第二本、第三本，免偌久都。即个东环过来找你讲，咱来个后一本，无得靠你内底即个台文比例，就会使有机会愈来愈济安尼吼。这当然这是咱的期待啦。但是我问一个较顶斗的题目吼，即个较顶当一丝的问题吼，这无伫我写互你的即个方讲内底，所以我讲有当时我互你的资料无一定完全拢有当时向去想着即个问题。我那爱考试一下就对嘿。我嘛毋敢讲考试啦，只是讲这确实是目前咱伫讲台语文的即个名词的时阵会讨论到，就是讲你的即个论文当初是写台湾闽南俗谚的即个贵姓文化研究，伫咧你的册内底其实拄开始嘛小可用着闽南即个词啦，然后咱讲闽南语，但是咱当拢知影讲。以目前台语的即个领域，即个科学内底的人，其实咱更较注重讲的是台语即个词，而且咱对台语甲闽南语之间有一寡无共款的想法，即部分你家己是安怎想的？即两个词的关系，你安怎看待？是，即个当然我做一个老师啦，吼，我就是伫学校内底咧教本土语文的老师。以我的职业来讲。教育部就是伊安怎推行的政策，以阮来讲，阮就是会去遵守，阮会去就安尼教育部的课纲去教册。当然学术上伊叫做闽南语，咱有当时日常用语嘛是拢会用到即个词，因为伊这是一个学术性的分类，叫做闽南语迄个教育部伊用闽南语文来正做咱即马本土语咧教诶即个算讲本土语言之一。毋过我日常诶生活内底，我自细汉，阮母阮爸、阮诶厝边头尾恁这台语诶讲台语咱诶台语咱台语本来就安尼讲咱一般事上拢讲诶叫做台语，这就是我家己。我就是伫个课堂当中，我是台语、闽南语叫做这名词对我来讲无啥物困扰，反正我本来咧讲的，我就是拢讲我是台语。安尼嘛反映伫我即本即个台湾台语俗谚几成技术内底。因为我正正咧写，迄是一个较学术性的，我就会照学术上的分类来写。毋过即摆是要出一本册嘛，因迄个文化部伊嘛有讲，咱的闽南语后摆嘛会使正做即个台湾台语，所以我迄个时阵嘛有甲东环讨论讲，那总讲后摆有可能会使通用的部分的即个机会，安尼咱是毋是着甲伊写一个台湾台语？所以你看到册内底的台湾迄两字。伊毋是独立的伊是叫做台湾台语。毋过我为虾米要甲迄个台湾呢？我有拜托应该写用红色的底，我感觉安尼较喜气啦。像一个较袂像你的迄个手路。你若要甲拆做讲台湾，
台语俗台眼，安尼嘛是语俗眼会使，也可以，安尼嘛是嘿，可以吼。所以啊，毋过阮自头诶发想就是台湾台语。台湾台语俗眼安尼啦，阮迄个时阵的讨论想法是安尼，所以我就是已经有做准备，就是要甲即个闽南语呢转换做我日常生活的台语。啊，当然台语你要加一个台湾入去，当然嘛是我认为无啥物问题啦。我感觉咱要做大代志，咱就毋好伫咧迄个足细项的物件伫遐咧说袂出来。我伫遐轻分。对啊，轻咧永远差袂完啦。所以我就是伫咧教册，我就是照册安怎写，我就是安怎讲。啊，我嘛会甲囡仔解说讲，闽南语文就是咱学术上的分类。啊，咱事上拢讲咱讲的话叫做台语嘛，讲咱讲的话叫做闽南语。这啊，毋过像金门即个所在，因可能就较无法度接受台语即个词，因就较希望讲因家己的词叫做闽南语。咱一个台湾呐，吼，这名称要互大家众人满意，迄是足无可能的。咱互相拢爱去体谅、尊重啦，嘿，所以这是目前我的想法啦，嘿，以上。我偷偷啊，放一个即个较顶斗的一个问题伫内底啦，因为我有发觉讲你的即个册封面顶管即个台湾台语，即个台湾的用意，两款的用意拢放伫内底，我大概也就知影讲，这是有一寡想法，所以我想讲，这里一定有你家己的想法，所以想要来甲你。大行啊来，你大行啊来啊，内行内行看。咱讲内行看布底，外行对人买嘛，所以咱就是就看会出来，看会出看袂出来，咱来听节目嘛不要紧，都自然都会知影。其实这本册哦，咱讲由贵到神吼，这本册你伫写这内容时，你有提起讲你研究认为讲生命的人格化、人格化、人格化是民间信仰的本质，你有提起过这件代志。那我这其实甲我最近拄做了的这个宜兰大神翁的历史内底，提起到这个民神信仰、民神信仰这个人格化啦、故事化的概念，其实真小我。所以其实我伫编这本册时，我就一直想讲嘛，真是要跟你交流一寡我的看法安尼。咁咪先请你先说明你所讲的，互咱的听众了解，讲你所讲这个生命的人格化大概是什么意思咧？是。感谢阿电吼，我毋知影你对即个部分有哪真有研究吼，咱会使互相交流啦。所以，就是人格化是，我认为讲有神，所有的神，伊拢是对人性内底转换出来的。人生命嘛会生气呢？敢有生命，就是完全拢是无个性、无情绪的，这嘛无一定呢。玉皇大帝嘛会生气呢，是啊，土地公嘛会生气呢。你若得失土地公，你就饲无鸡呢。是。所以人若安怎，神就安怎。若准讲神，伊无人性，伊堪咱人无共，安尼咱就袂感觉讲即个神。伊神高高在上，咱拢无法度像伊安尼，拢做甲完全拢无情绪，安尼其实对咱人来讲压力伤大。所以所有的神拢甲人共款，拢有人的个性。这就是叫做人格化。我家己伫进前做即个大神翁的历史的时候，有特别去了解一下，因为宜兰的大神翁的即款发展吼，宜兰大神翁真死行吼，阮的庙若是要出巡啦，吼暗访一巡，尤其是民神信仰，大部分拢有暗访甲一巡。其实阮真少有什么顶头，主要全部拢是大神翁，一间庙大神翁的数量反正就已经足济啊安尼。那迄时我伫做即个研究的时阵吼，有慢慢家己整理出一款的想法，就是讲单纯就民神的信仰，民神就是即个冥之中自有主，但迄个冥吼，民神信仰内底伊有一款，毋管你是城隍爷或者是东岳大帝岳帝爷，拢有即款的即个
演变的过程，伊为一个自然神，比如讲东岳大地即个山神信仰，吼是东岳嘛，东岳泰山，或者是即个城隍爷，城隍爷结果大家注意主流的看法就是讲，伊上早期是来自对城墙的即个信仰，吼，就是咱就有即个火城河啦，吼，内底个内底就是即个城墙嘛。吼，像即款的自然，毋管是器物或者是自然的信仰，拄开始是即款的信仰，伊是较无遐清楚，咱只是认为讲这是一个保护的感觉，这是一个稳固自然性，就是较稳固的感觉。但是到了第二阶段开始，咱会开始互伊一寡人间的即个组织制度的感受，所以讲开始，比如讲啊，因为泰山伊是伫咧。中原当初是中原的上东边的一座山嘛，吼，日出之地自然也就是即个管辖着生命出世即件代志，那同样有生就有死，所以慢慢就演变讲，伊嘛开始管辖着阴间人死后的世界即件代志。那城隍爷是共款为守护保护人的即个概念，慢慢变成讲伊有一个体制来搁较复杂、搁较制度化。即个时阵就甲咱人世当中即像衙门啦、公家机关啊即款的制度结合做伙，但是到第二阶段了，人的投射还无法度入去，因为伊无成人，咱袂去讲即个某某政府安那，咱讲其实是某某政府某一个人的红骂，比如讲新北市若做了无好，新北市长爱红骂，台北市做了无好，台北市长爱红骂，像安尼，咱需要一个人去作为即个规个体制、规个场顶的代表，所以即个机关其实嘛毋是讲一个人爱管所有的代志，但是咱会有一个代表出来，这时阵就爱有人性伫咧内底，后来才会出现，比如讲共款咱以即个各地啊，东岳大地来举例，伊甲封神演技结合做伙了，甲黄飞虎即个人物放做伙，伊的性格就出来啊，正义或者是真勇敢等等的像即款的。那即款的感受就出来，那包含着城隍爷嘛是共款，所以城隍爷开始进入人格化了。咱当然知影讲，譬如讲，伫咧即个册内底嘛写着水鬼升城隍，故事互即个神明出现了人的性格，咱有即个人的性格了，咱才有法度对伊有投射，有投射你的信仰，才真正会有即个正港的定根的，真正是投射伫内底，真正是有即个信仰的程度就愈来愈深。所以城隍即个时阵，因为伊是人的感受啊，人的感觉啊，伊会使带某啊，所以有城隍夫人。那像阮遮伫咧毋管是东岳大帝或者是城隍爷，因的即个大神人内底拢有伊的囝甲伊的查某囝，所以有少爷城隍爷就是少爷甲小姐。那东岳大帝因为地位佫较悬位阶佫较悬，伊就是即个太子甲公主，所以都有即款的变化。那你啥来神明的形容付出即个囡仔来，其实就是因为人格化了才有即款物件。当然无人格化一直维持伫咧自然神或者器物神，一直到第二阶段，大概你感觉讲伊有一个管辖的即款的物件嘛有，比如讲咱举例就像石头公、大树公即款的，伊就无人格化，咱就较袂讲大树公个性安那，石头公个性安那，但是即款的信仰，伊一般就会局限伫咧地方信仰内底，比如讲东山真有庙一个石头公庙，但是都是大概伫遐，伊无法度像。东岳庙全台湾各地拢有，城隍爷佫较无边讲有够侪间的像真侪有名的城隍庙，而且咱佫知影讲城隍爷佫有分，伊这敢若较像一个官职嘛，所以敢若分局长共款，每一个分局的人佫会轮调，所以城隍爷个性佫无共每一间的生日嘛无共就即个变化，所以。像即款的有法度互人投射讲，伊就甲人共款，有人的个性，有人的情绪，甚至有人的即个家眷共款，有心眷有囡仔有某，咱会等到对伊的即个信仰的程度会佫较深伊的范围嘛会使扩散了佫较宽。这是我家己伫做迷信信仰的时阵发觉的代志，就是讲神明伫咧扩散时阵，故事化甲人格化是即个信仰，即个神明有法度。扩散甲每一人拢知影无诶，即个上重要诶原因，包含着咱讲你内底嘛写着即个妈祖婆甲大道公诶故事嘛，这嘛是共款。大家若讲着妈祖婆，就有妈祖婆什么什么什么故事，即个故事神炸弹啦，或者是像即个甲大道公之间诶即个爱恨纠葛，然后就即款代志诚济。那咱对伊有人诶行为诶感受诶时阵，你诶信仰点都才会当投射。你同时。
毋茫伊有超过人的力量，同时你佫认为伊有人的情绪、人的即个行为，这是真趣味的。台湾的民间信仰是一个真大的特色，我感觉这是足趣味的代志，甲西方迄款的咱讲古一个神明的迄款信仰是完全佫无共款的。嘿，这是我家己的观察甲感受。是，我感觉阿德你分析了真好，因为我感觉你对这神明的理解已经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呢。我感觉听你讲，我嘛感觉真趣味。拄仔你讲的一个，我真有感受啦，就是讲，这个神一定爱有人性了后，若准讲我这个人在生的时阵有咧修行，我伫咧过往之后，我嘛会想讲，我若过往之后，若准讲真正是有灵魂的时阵，安尼我着有才调去修行。我伫即马在生的时阵修行，我后摆嘛有可能会使成做某一种地方的神也好啊，还是个愈大的官嘛好，咱会使个去另外一个世界做一个修行者，咱继续修行。班啦，咱讲为了仙班。仙班呢，去为了仙班嘛是会使吼。当然迄是过往，迄是咱即马的想法啦。日后安怎样，我嘛毋知影。我较后摆咱较伫咧天顶仙班的时阵，较来小借问啦。就是讲有这神，有这人性，神有这人性了后摆咱人嘛有可能去成做神。安尼咱的生活毋较有一个愿望。若准讲永远拢高高在上，永远我拢修行袂到你即个程度，安尼我有可能嘛会放弃。这跟教学嘛有关系呢。你若拢用足难的物件要互囡仔学，伊永远都学袂起来，伊就放弃啊。所以你要有一个愿望，互伊一个希望。即个希望伫咧地方上有一个希望吼遮个地方的遮个老大人，伊若准讲过往了后，伊就会想讲我后摆要去倒做啥？像阮母啊，伊就讲伊若后摆伊若迄个百岁年后，伊要去就是阮台南的清水祖师庙边啊，去修行去甲伊扫地，安尼伊就足满足啊。我嘛感觉真好啊吼，上无伊有一个所在愿望通好去，安尼若有所在通好去。安尼伊有寄托，安尼我感觉着足好诶。这就是咱一般世上诶台湾人诶一生，个伫活咧时阵，甲过往伊拢已经安排好啊。吼，若准讲咱对即个信仰是完全投入相信诶。即个参就是所有诶宗教拢共款，就是伊在生有寄托，过往了后，伊嘛有所在通落去。这就是我感觉对咱台湾人嘛好啊，就是每一个苦力拢有一种，这生命拢互咱一个力量，咱互咱生存落去的力量。我感觉安尼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文化，嘿。所以这款信仰其实是伊的基础，其实就是灵魂不灭嘛，灵魂的一直存在，咱才有这款的寄托。才袂讲人若一世啥物拢无啊，其实都无必要啊嘛，咱都无动力讲所以我应该做好代志，我应该安那，什么来世报应啥拢毋免管啦，对吧？所以确实是灵魂永存这件代志是咱的一个基础啦。我感觉这是咱信仰的基础。好，咱时间搁再先来休困一下，那互这个老师们休困一下，咱南面甲佫继续转来。大家好，我是台湾台语俗谚鬼神纪事的作者，我是王宗宪。你即马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话故事。阮这本台湾台语俗谚鬼神纪事，主要是收录鬼神的言语，就是甲先民的智慧流传落来。咱做伙听故事，讲台语。耍文化，捌台湾，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
安尼，咱就继续转来咱的节目吼。因为钟汉先生拄开始就自我介绍时有讲到，讲你是伫咧高雄的即个五福国中对无？是对，五福伫咧中。伫咧教台语，你是教台语的教师。你伫教育现场，咱拄开始嘛有小可提起着教育现场即件代志。教育现场看到的情形来讲，我真好奇啦，因为我离开学校已经实在是诚久啊，所以对学校实在是无介了解啦吼。你伫一年一年的即个国中的学生当中，我知影恁的台语的根基敢有啥物变化？你伫教台语的时阵，是，我感觉讲，教育对咱即个每一种学生吼，拢是有帮助的。所以既然咱的本土语文已经有进入着教育的现场，我感觉一定就是有帮助的。因为呢，囡仔因若有学着，伊对即种语言伊会愈来愈熟悉，伊就袂讲拢足青分的，拢听无安怎，伊上无伊有一个伊知影讲学校内底有咧教这，所以伊上无伊袂歹忝嘛。若准讲囡仔伊学了感觉有兴趣，伊伫咧做自然的当中，伊就袂像足早民国可能90年开始咧教台语的时阵，咱嘛知影讲迄个时阵，迄摆脱的即个声音啊，就足侪，甚至阁有人认为讲毋免伫学校内底教这个本土语文。即马时间教安尼久了后呢，年久月深安尼深入了后，我感觉囡仔是真正拢有进步的。拄开始像我拄咧教的时阵，民国我可能对95年、100年遐开始教国中生的台语的时阵，我就感觉因可能连讲连听伊都听无介有法度。即马的囡仔，我可能用一个过渡的方法，可能拄开始用50%的台语来60%、70%、80%，尾后我可能就90%以上的即个台语来甲面对谈。伊就拢加减仔听有。自我开始教的时阵，伊可能拢一直举手讲老师你咧讲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来即马可能因的接受度就愈来愈悬。所以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讲，只要教育的现场有咧教某一种科目，就像我即马来讲的，就是本土语言，我感觉一定是有帮助的。老师若会晓教，引带囡仔入去台语文的世界，我感觉囡仔的学习一定是会进步。伊上无伊袂摆脱，我感觉安尼就是一个真好的一种教育的方式啊。所以你拄开始伫学校教台语的时阵，确实真正是会拄着即款，伊真正是完全听无甚至讲家长嘛真有意见讲伫学校学这要创啥的情形，是毋是？对啊，即马嘛是会啊，当然是啊。即马嘛是阁有啊，只是迄个比例上已经减足济啊。比例上，因为咱的社会会行到即马目前110学年，国中、高中拢开课，这就是整个社会的氛围、气氛有行到遐，逐个人会感受着讲，咱爱保存即个文化，甲即个语言。你若无够迄种社会的氛围，咱无可能会使通过即个法律嘛，吼。所以我感觉讲，咱的所有的咱的社会的大众嘛，拢有进步啊！伊应该逐个拢会想讲，即个文化爱甲保存起来。毋较会足侪人慢慢拢投入。有的人投入了较早，有的人投入了较慢。毋过呢，我看到即马咱台语界真正是各种的即种册类拢出来啊，像拄阿德有讲到各种的即种方向的册拢有当然咱着看每一个人兴倒一味的，咱着去行倒一味。我对俗谚语有兴趣，我对一寡翻译的文学嘛有兴趣，我就是会行即个部分。咱做伙来甲遮个册互伊算讲这叫做
册的多样化，愈多样，咱要即个推广台语愈有可能。是大概是安尼，是。你家己伫教这个学生啊，比如讲某一届吼，为一年啊一直学吼，学期开始学到学期结束吼，一学期两学期，一直到伊离开学校吼，这3档我毋知恁的教学是毋是3档来拢，比如我国一、国二、国三拢是拢会学着。这段时间为拄开始接触，一直到伊毕业来讲。这段时间来学台语了后啊，你家己敢观察着讲伊的进步的程度，大概有什么款的变化无？有真侪真大的变化。即个国小吼，我甲咱各位听众朋友小可做说明一下。国小伊对民国90年以后，伊就是1年甲6年拢有教本土语，拢会使选本土语来上。国中甲高中是到今年度就是111学年，就是旧年的111年的7月到今年的112年的7月底，旧年的8月到7月底，到今年的7月底，安尼算一个学年，这是阮学校内底的算法。所以阿弟你足久无读册，你袂记你学期啊啦吼。对。对旧年的111年的8月1日开始，咱较有法度伫中学、高中甲国中学本土语文吼。国中会使学1年甲2年3年就无啊。高中当有开1年有人讲安尼伤少，有人讲毋免遐济，所以不管安怎，反正伊即摆政策就是安尼。我永俊。阮学校，我伫国中，阮永俊开个叫做单性的课程。我迄个时阵，迄个当有教20礼拜，就是顶学期1学期尔。后学期我着爱含作文对开，迄是阮学校的设计。即马今年度我着有机会甲即个我带遮囡仔带1年了后，我明年会佮甲带起哩。所以伊会使上2年的台语文，安尼有啥物好处？我就会使做一个足完整的铺排，佮完整的教学的计划，互遮囡仔有系统来学台语。迄囡仔伊对我感觉真欣慰的，就是真甘心的，就是囡仔伊对袂晓，到伊。即马学甲了会晓啊！伊甲我讲，明年伊2年伊嘛要坐蹛我的面头前，伊想要学台语。我听伊安尼讲，我就足欢喜的，因为伊虽然讲了无介好，听了无介完全拢听有，毋过伊有迄个意愿要学，我着就我意愿，就我上大的力量去帮助伊去学习。我感觉安尼就是老师甲学生之间的互动，这就是上界难得的。当然囡仔若完全学无听无，咱有另外一种方式会使去甲伊教。咱就是互伊较简单的功课，互伊学较基础的，这会使。这教学现场的差异化教学，阮拢有咧做。这所以咧，我即马我头前嘛有讲啊，咱即马教学甲咱的台语界是愈来愈专业，愈来愈有路。安尼，咱较有法度去牵别个科目比拼啊！无你永远拢当伫遐咧介绍遐歌，遐点教念着较即种即个文的即种，毋是讲这无好，毋过伊就是较无迄种文学性。咱后摆拢爱行即个专业文学性，全文化深入化，安尼咱的即个台语文较会大拍尾。你伫教育的现场，你伫教室内底伫教这学生的时阵，你有即个俗谚的专点嘛？你敢有甲这个俗谚的物件放入去你的教学内底？对，这就是爱用浸式的甲融入。有当时我嘛会甲讲，迄个恁等下要食饭啊吼，好，安尼先顾巴肚，才顾不足。咱等下，咱后座较甲考试啊，你着爱。想着你着甲揽一寡言语，想着揽一寡言语，互伊会使知影讲即个情景伫咧啥物情景会使用啥物俗言语。
啊，当然，迄个课本来，哦，我当然会搁甲因较深入甲伊讲，伊可能来即句有啥物背景，哦，啊，毋过你若要讲甲足济吼。课会讲袂完啊，因为我上课若咧拉天拉伤济吼，课拢会上袂完，这就是困扰啦。因为哪有一节，毋过总比无较好啦。哦，这是咱共同拢爱面对的教学的问题啦。目前是一礼拜有一节课。是目前呢，即个教育的政策就是安尼。所以其实当然以我家己的立场来看，一定是还佫无够的，然后因为你无打迄无过去迄款的外在环境，通啊讲你的生活当中就是遮大量的遮个台语嘛，吼，所以若要伫课堂当中，确实我感觉讲佫是无够的。毋过咱若先莫管讲有够无够的程度来讲，以教育本身来讲，你认为讲目前伫即款的教育现场，佫有啥物物件是欠缺的无？伫咧教学内底，你想要推动，你认为讲？想要互学生什么款的教学方式啦，或者是讲有什么款的教学的注重的物件，是咱目前大家还佫可能较无遐注重到，或者是伫咧教育部或者是教育的推行即部分可能较无遐清楚，还是你家己个人较注重的像这物件无？对，就即马来讲，就是咱的师资啦，师资嘛，第一个就是无啥够啦，咱的师资无啥够。师资无啥够，伊是有伊的原因甲过程啊。当然，教育，毋过师资若无够，你若无真有系统咧介绍台语，还是台语的教学的时阵，迄囡仔有当时啊，伊要学习，可能就学习了无讲遮尔较真，遮尔完全，所以。第一个欠缺的就是师资的培养，啊，师资毋是单会晓讲台语尔哦，咱阁有一寡迄个教学的美感，吼，尤其咱咧教咱嘛爱互囡仔爱介意即科目，我感觉要互囡仔介意即个科目是咱即马上界歹做到的，因为囡仔对台语来讲，伊可能无遐尔大的感受，伊毋知影讲台语，你要摕迄文化。甲伊讲，你要摕迄传统甲讲，伊可能听袂入。是啊，伊会晓拍手机啊，伊会晓参人讲话咩？迄个讲话 IG、FB 的总欢喜啊，伊无咧讲即种传统的。所以囡仔，就我即摆教学的策略就是，我要互囡仔介意上台语课啊，所以阮就拢爱想足侪教学的活动哦，做法啊设计啊参物。迄个甲囡仔甲囡仔教，你嘛爱甲伊交配。这种交配就是讲，你爱互伊信任你。我拢爱互囡仔信任，讲我就是要甲你教台语，要互你好好啊学台语，互你出去社会会使甲人接触，会使甲人沟通。哦，啊，像讲阿弟弟生活中，伊嘛用着足侪你的台语去甲人沟通，这就是一个。伊生活化会使用到的内容，啊，咱用安尼的想法去甲伊沟通伊嘛，我嘛会甲讲啊，你后摆啊做医生，你嘛是爱甲人讲台语啊，你去做空中少爷、空中小姐，你嘛是爱甲人讲台语啊，哦，你爱服务遮的人客，哦，所以我就希望讲，咱的教学会使互囡仔先接受、介意台语，啊，较来学台语、深入台语。啊，若准讲有兴趣的，伊就像咧英文、国文安尼，伊就去读台语系、读英文系、读德文系、读国文啥物系吼，伊就是正做一个专业的科目，吼，安尼一直去发展，安尼分流深入，安尼咱的台语较有未来。你拄则有讲到即个教师无够的问题，吼，即点其实我一直感觉足奇怪，是讲。因为拄则咱嘛有讲到一礼拜才上一节课尔，是安那像咱的目前认为时数拢还佫较少啊，是安那有教师无够即款问题？哦，这有足侪原因的，因为咱咧培养的过程，因为台语文这讲起来就是一个政策的问题啊，你虽然讲一礼拜当有一节课，啊，毋过阿德，你敢知影咱迄个台湾有偌济班级
你若一个班就爱有一节课呢，这嘛是算起来嘛是几啊万节课，较有法度去消化这个课程。啊，一个人，我若像我总啊强啊，拢无休困，我一礼拜嘛较会使上35节课尔。安尼我而且咱老师阁有一个上课诶，即个时数诶限制，所以嘛无可能甲老师排甲遮尔满哦。所以可能一个老师像我即种我即种正式诶老师，在野诶老师，我可能单会使上伫学校来上济，可能单会使上5节、6节，安尼就算再介济啊。因为我有我家己诶，我当时嘛是国文老师，对，所以我除非即个人是专任诶本土语文诶老师。所以若伫咧即种足济限制之下，老师诶运用甲即个需求，目前来讲是无够诶，因为咱即个台语真正会晓讲甲足练转，啊，佫有法度去同时佫有法度去教，这嘛无像诶咱想诶遮尔简单，这着需要一寡时间佫去培养遐咱诶新一代诶即个教师想要投入咱诶台语教学，这未来因就会足专业诶。咱即马拢是用咱即个在野诶老师，伊若有通过考试 B2 诶认证了后，伊就会使教。第二种是教学诶资源老师，遮个教学诶资源老师，有当时伊嘛毋是讲对教学遐尔啊专门。伊可能是伫咧即个台语诶语言教讲是无问题，你教学诶一寡即个背景、一寡理论，伊要运用嘛无遐尔简单使用所以我讲师资甲教学诶效能是咱即马爱做伙，咱台湾爱做伙来提升诶，这毋是一个人。某一个人诶代志，这是咱逐个做伙爱来做伙提升诶。我听起来敢若是上主要，当目前欠缺的，就是同时有教育专业，又阁有台语专业诶专任台语教师，感觉呢？若要甲简化甲安尼，我是感觉会使啦。即摆安尼是会使，就是真正专业，阁有法度做台语诶语言诶能力诶，同时具备诶，这可能无遐尼济。我以一个童军诶老师来讲好啊，咱细汉拢有每一个人拢爱上童军嘛。是。这童军也是莫讲童军啦，迄个音乐系诶老师来讲啊，这拢爱经过伊除了爱有音乐诶专长，伊嘛爱知影要安怎教音乐。伊着爱经过迄个师资诶培养，一直培养，毋较会法度进入到教学诶现场。咱因为过去即种师资诶培养无遐尼周全，无遐尼齐全，所以无法度一困头培养遮尔济专业诶，所以咱需要足济教学诶资源人员来甲咱斗相共，斗教即个本土语。毋过有诶人可能伊会偏向啥，有诶人可能偏向啥，伊可能就无遐尼教学诶专业这拢爱去做伙提升诶啦，嘿。这个咱诶听友补充一下拄则咱综合先生有讲到大概2-3遍啦有讲到矫正即个词啦有诶人可能用听较无惯势遐济台语，较重诶较深一撮诶台语咱就甲大家小解说一下矫正，其实应该若汉字就写做齐全啦华语来讲。矫就是咱另外一个读音啦，就整齐齐。另外因伫白话内底嘛读作矫咱讲矫纹就是甲拉好矫纹，搅拌让它均匀矫纹。那整其实嘛是共款，这是伊诶白话读音来讲，好无矫正好无十全，歹无加两，对无所以就是即个整其实是全即个字诶，全即个字诶，即个所以讲白话音啦，所以矫正其实就是遮完全遮完整诶感觉诶意思啦矫正，顺便互大家若平常时
无用过，即就是今日就使捡倒来用啊，吼，这就诚好用。我咧讲甲家己无细腻，同我甲这字吼，较端定诶台语词甲摕出来用啦。啊，这诚好，诚好。我会甲倒补充你放心。诚好，我无家己无知觉着讲即个词可能一般人较无咧用，毋过咱老大人嘛是拢有咧用。咱即摆我着讲，我伫咧即个阿德来开讲遮，咱就是爱用一个足专业诶一寡语词吼，咱莫认为讲遮其实遮足深诶，其实无老大人因嘛是平常时啊，伊着拢会讲啊，这对因来讲足普遍诶。日常生活使用啦，但是因为咱家己若有接触较济，讲伊可能台语无遐好诶人，咱就会知影讲可能这几个词有诶人较毋知啥物意思。当然，因为咱家己诶听友诚济这台文系所诶教授啦，吼学生啦，吼，这可能就较无问题，佫一寡对台语文推动诚有心诶一寡朋友。但是当然一定嘛有一寡当伫练习台语可能无甲较好，但是伊希望讲大量来听遮个台语，互家己诶这个语感佫较好诶人，这部分阮就尽量有法度甲斗补充，咱就甲补充一下安尼。感谢。讲到即个代志，我就会相信讲，伫你家己生活当中啦，你使用到台语诶比例啥款？比例哦，我即马差不多拢教学莫讲啦，我教学诶时阵，我无认为讲伫咧教学诶现场爱全台语啦，我无认为啦。因为咱伫教学内底，你若无互囡仔一个应格，你无互伊一个楼梯会使爬，伊要学即个台语，伊会感觉讲伊着我若用全台语，当然无问题。毋过我伫咧教学诶时阵，我是袂全台语诶，我会根据囡仔诶需求，互囡仔一寡应格。平常日常生活，我差不多90%拢是讲台语。我即摆虽然我是国文老师，毋过我感觉我诶国文发音已经无准啊，已经无遐尼准啊。应该因为我感觉迄个语言伊诶使用是有语感甲伊诶惯性性。你即个语言你若定定咧讲，我即摆全头脑内底就是拢台语。毋过我若要用国语，我练一寡成语，我都会袂记恁要安怎讲咧，长久无讲诶安尼咧。所以我即摆大部分拢以台语文为主啊，我嘛要求学校拢排台语文互我。所以我这国语国文无咧教，较久无咧教，我当啊迄个退步啊。这我感觉就是你定定用，你就是会进步。你若是无用，就真正会退步。这是安尼啦。我毋知你有看到最近有一个网络即个资料啦，一个调查讲，目前高雄听讲是台语使用人口上济诶县市啦。我有看过。你家己观察高雄在地台语使用变化，敢正是即个结果，或者是你有啥无共款诶想法无？我感觉就是爱看年纪啦，像阮即种迄个中年诶乌子桑以上诶年纪诶，可能拢有法度用台语来沟通。若准讲可能啦，差不多40岁以下诶，你拢甲伊讲台语，伊反射佫会甲你你讲啥？伊可能会听无。毋过我感觉这是一个生活诶态度。反正我出去，我就是尽量会使讲台语，我就讲台语。甚至我伫咧去买物件，去创啥物，我嘛是拢会以台语为主。毋过我毋是讲要足坚持，我只是要甲即个台语诶使用诶态度用出来，就是阮伫咧遮，既然你若就拢听有啊，伫咧南部即个所在，你若拢听有啊，咱就是自然爱互人知影讲，有人嘛是用全台语咧对待。这是我目前诶态度啦，嘿。是，我前一阵仔有去高雄去行行算算诶。那当然高雄足发达啦实在是诚水，讲实在主要是较我市区诶所在啦，因为时间嘛无济。但是我都因为较早嘛听人讲，即个高雄台语算讲是上发达诶所在所以我就超工伫高雄伫佚佗诶时阵咧，我都大部分拢用台语超工拢用台语。毋过讲实在，我家己观察到是讲比例无我所想诶遐济。
我家己的观察是安尼，当然咱莫讲少年人无少年人，其实一寡小可有岁的人凡说咧甲市区有关系，我伫有吼，所以有当我讲台语对方电脑会听无啥有，或者是反应袂过来，对嘛有一部分可能是伊无料想着讲我甲伊讲台语，嘛有可能所以原由我想诚济啦，但我一直伫要讲即届即个调查啦，讲即个高雄讲使用人口上济是无毋对，但是伊到底分布伫倒位，我讲这嘛是会使搁进一步去了解，包含讲过去的高雄市、高雄县的差别有差无？这我毋知吼，但是我讲这反正是一个会使去除了年会以外。会所以外，我讲即个区域的差别，反正嘛是一个会使去思考的重点。当然，咱上希望是讲，就算讲伊当时伫市区、伫百货公司、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伫即个码头吼，拢诚水的即个诚济码头啦，或者即观光景点的所在嘛，会使有搁较济台语的使用。当然，像我有去甲即个龙虎塔迄边即个叫做。龙虎塔迄个做啥？我想啥想袂起来。莲池潭，莲池潭迄个所在遐，我去食一个即个，敢若是乌莲啊啥头家就足古锥的伊就我还未开始食，伊就足热情的，就讲有好食无？我讲高雄腔，我就迄个是因为阮伫讲，阮的第8条是甲第7条共款的，阮一定是讲有好食无，所以我就听到有好食无说高雄腔，迄个足重的迄个第8条对我来讲是足趣味的一个方式，说这头家讲话听起来足亲切的，伊的即个甲我讲台语，我就讲甲伊讲几句，讲真好耍，但是确实。真济，包含我去买一个饮料啦啥，讲实在，你买完全听到台语无济。我老实讲，就是伊即个较市区的所在，嘛是有差别啦。当然嘛是当然有差别，当然。咱伫遮嘛是真鼓励讲，你有法度讲台语的人，你莫讲一定要外深小可有法度讲的人，咱来出去耍的时阵，既然高雄就敢讲伊是上济人使用台语的所在对无？咱就来去挑战看卖。那即个拄着袂晓讲，毋是讲高雄是上济人讲因讲因家己，因敢若是伫高雄相关的即个网页顶管讲的嘛，讲因讲你毋是讲台语即个台语是上济人上济使用人口的嘛？趁机会逼高雄人先加学一寡，无伫较即未来咱真正伫咧高雄的所有市区啦即百货公司啊啥，拢会使用台语来甲因互动，我看迄是足趣味的一件代志，会足好耍的安尼。那以你家己的经验啦，个观察来看，你对咱目前啦，你尤其你个是一个教师，所以你会使看到一代一代的学生，一届一届的学生这是遮济当来即个你对台语的发展，你家己是抱持讲较乐观还是较悲观的态度？咱一个教学者，伊一定爱对未来爱乐观，阮无悲观的权利啦。你若总讲连教育，你都无法度即个提升囡仔，还是讲甲改变？安尼我毋知影佫有啥物方法会使去改变咱的即个台语的未来。所以我对未来是拢足乐观的。为什么我会安尼讲？我对我的教学的观察，对我即个遮济人做伙来做台语，遮济人咧关心咱的语言的发展。来看，我感觉咱整个的社会是走向一个即个文化平权、语言平权的即个方向。以即个方向来讲，当然咱需要时间，咱无可能今仔日即个经济甲静落去，踮即个经济落去了后，你明仔载就开花结果，这无可能的。咱一定要过相当的努力。国语文伊发展今年112年，国语文发展110几年、12年。我讲的是华语的白话文啊。当然你文言文迄个4-5千年免讲啊。我讲华语发展遐久，嘛是即马较有即种的成就，即马安尼一直推塞，塞甲逐个人拢有法度讲华语。当然伊迄有历史的背景，迄我莫讲啊。咱的台语，咱即马是一个呾出世的婴红婴呾开始咧学走路，学爬，
但學白啦，較要學行路，你就有法度，敢有法度走會飛，可能較無法度，所以咱也需要時間去發展。所以這本冊就是發展的過程之一。可能愈濟人愈濟投入伊的冊，就是5花10色的冊就攏會出來啊。這個冊就會成做咱學台語的人的養分肥底底。毋較有法度慢慢這個經濟有法度安尼勃演，勃演了後，毋較會使大長結開花結籽，安尼咱誒台語界較有未來。我對台語是對咱的本土語是足有信心的。咱若閣繼續安尼甲投入入去，愈濟人來投入，我感覺未來是攏有希望的。伊速度嘛會愈緊，嘛愈會使樂觀看待。大概我哋有大概嘛是這個感覺啦。像阿德你這種這個新種類的這種 podcast 的這種媒體，有恁遮會曉講台語的少年輩出來推送，我相信伊會探開嘛，探講咱這種少年輩來講台語嘛是真順，而且呢，迄個聽眾朋友愈來愈濟，安尼伊就會去探開嘛，探開了後，咱就上無咱袂閣擺脫這個台語，台語了後，毋較逐個人會較願意去使用，嘛真感謝恁遮的節目啦，恁遮的主持人安尼甲咱探開，甲咱這語言會使甲探甲愈開安尼嘿。好，最後咧，當然就是愛來宣傳一下咱的冊，咱的這個重點，今日講較久的重點，就是希望甲大家介紹這個，對咱尤其是頂半段講較濟，這個台灣台語俗諺鬼神記事這本冊。那宗憲先生這邊有啥物想要甲大家講一下無？是，就是講這本冊雖然是論文來解寫，毋過內底有誠濟台語的故事。而且這個故事攏是含這個言語的情景有結合的。我相信對台語的使用者也好，也是講對華語的使用者也好，攏是會使看故事，來學俗言語。咱若準講無要遐爾專業，無要緊，咱就當做看故事安尼甲看過、聽過，安尼就嘛是有一個印象。你若像要愈深入的人，你就會使看後壁的解說，一寡互恁咧用這個言語的時陣，你會使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然後若準講你咧用的時陣，你閣知影伊背後的背景，你對這個言語，我相信你咧使用的時陣，你就會愈清楚這個言語伊的整個的過程，伊發展的這個過程，這嘛是我家己的小小的願望。我希望因為安尼這個俗言語的整理，鬼神俗言語的整理，會使互咱的台語的這個出版品呢，愈來愈多樣化。這種多樣化，跟生物的多樣化同款，語言嘛需要多樣化，台語的出版品嘛愛多樣化。有遮濟多樣化的物件，你要揀啥攏有，你要食魚食肉，我嘛有青菜通好互你夾，啥物攏會使互你配，你就揀家己喜意的這個種類去看、去研究、去罔看、罔度時間，安尼我感覺就是像迄華語安尼啊，你有當時想要看小說，你就選小說；想要看這個俗言語的，你就會使看俗言語。這就是我這本冊願望，希望講互咱的台語界呢，會使愈來愈濟物件會使互大家參考，安尼這個文字化，咱這個台語較有法度久久長長。以上是我推薦這本冊的原因啦。這個感謝東漢出版伊有準備一本冊是要送互咱的聽友。來請宗憲先生來出一個題目，好無？看你要出什麼題目攏會使。到時我會請互咱的聽友會使留話佇咧這篇的這個，咱攏會寫一篇過來要聽啥，一篇的這個文章會較
来留话，当然文章顶我嘛会大概写一个讲要安怎来抽奖哦，所以会有一本册直接为出版社寄去互你哦，所以咱就斟酌听看即个总会先生到底要出什么题目。好，迄个真多谢吼，即个遮尔有意义的活动，一定是爱互咱的有对头听到尾的听友呢，会使迄个会使来抽奖，所以咱毋免伤难吼。我着讲我拄仔讲过的一个阿德问我的一个问题，伊讲我印象上介深的是倒一个言语，我有讲一句吼，我你毋是讲。讲两句？哦，我讲两句，但是你讲两句我有记得哦，你看。没有安尼你会使着，你有哪会使着一本册？吼，我第一句讲的叫做少年若无一摆戆，路边若有啥物啥物啥物三个字，咱若种三字就好啊，就对啊。三字就好咯，咱若无伤过难啦吼，咱伤难诶，咱听众朋友毋知会甲咱骂无吼，咱。有专心听，有对头听到尾，伊中遐迄段迄拍有听着，伊就知影答案啊。安尼敢会伤过放水啊？OK 啦，OK 啦。我其实即句吼，少年若无一摆戆，路边若有啥物物件吼。即句其实伫咧我诶即个 Facebook 顶管进前咱嘛捌写过即个俗眼的介绍有讲过即句吼，所以大家家己提示嘛该有拢有啊。除了听了想袂起来啊，要去伫网络顶管找，你嘛找会着。哦，安尼啊，伤简单，还是我出一个较难诶。无紧啦，咱主要是互大家来好耍做耍啦吼，有即个机会，大家来即个参加，因为东环有提供一本册嘛吼，所以咱都互大家有即个机会做伙来参加嘛，有机会看到即本册。当然你若片段来抽奖诶，上重要紧来去买册吼，因为确实诚趣味。那册无够，但是内底内容其实诚丰富、诚澎湃，你内底使看到咱诚侪即个民俗信仰诶物件。原来每一句话其实伊拢是一个即个故事诶结合吼，就是讲。伊背后其实有诚深的故事，关系到即个咱的人的即个台湾人的即个信仰文化是诚趣味，而且是足趣味的故事，拢用真浅白、真简单的方式、真简单的故事，互你来理解，而且是正式会使互你用伫生活当中。咱学即个物件，俗眼毋是要互你摕来敢若神主牌仔菜伫遐。学着了是真正伫咧日常生活会使使用，咱伫咧开讲，像我甲钟汉先生开讲，其实咱定定都即个俗眼都会走出来，对咱来讲是。日常本来就会使用的物件，吼，这是诚好算，诚希望大家嘛会使伫咧即本册内底会使得到的物件，得到的一个收获安尼。那咱今日节目就到这差不多，吼，今日的即个专访嘛讲了啊，吼，那毋知大家对即集的内容有啥物款的想法咧？这集的内容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s、Mixerbox、Firstory 留言互我。但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Spotify、Mixerbox 嘛，希望你使留下个5分数，互阮一寡鼓励甲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找出亚特聊聊天，你也会使看到更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那安尼咱就伫咧遮结束，甲大家讲拜拜咯，拜拜。各位听众朋友，拜拜。